街头巷尾老菜菜，人零人西顶头牌。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港界过年特别节目，我是阿明詹伟民。快播顶头新气象，文武相传歌声谈。过年时阵要来带大家回顾咱节目顶咱捌邀请过是九天民俗剧团艺术总监督柯怀文哦，来甲阿明迄当阵有拍过哦。虽然是哩哩啦啦啦，不过迄当阵真正是体会到因的真功夫啦。咱讲是真正是哦，可练出来吼。咱讲九天民俗剧团哦，过去咱讲一个电影请起来了后，真积极为顶头文化来转型哦。尤其咱讲柯怀文呢，过去读的这戏剧系啦吼，伊运用着现代这个剧场的这个技术哦，找出新的表演舞台。咱讲哦，尤其是这个创新改变顶头传统的这个表演模式哦，去台湾顶头演出这个更较有路、更较艺术化啦吼。咱讲柯怀文，伊就分享哦，这个创团的这个过程，伊就发现讲，真正无够的这个所在哦，亲像讲专业的这个知识甲人才这培育哦，所以讲艺术甲知识是真正重要。伊嘛鼓励吼，真正这个顶头囡仔爱去读册啦吼，伊家己嘛是台北艺术大学出身的啦吼。咱讲伊要做出甲传统有差别，展现家己的价值。伊嘛讲哦，台湾的这个顶头文化一定要来提升，互人重新来认捌哦。咱讲这庙会这个文化，顶一辈人接受是艺术，唔是伫这个艺术的这个舞台，是伫庙口吼。即嘛透过柯怀文这个双手，互民众感受到顶头，唔那是民俗，更加是上悬的这个艺术表现。即阵伊嘛透过演出咯，来保存做文化这个保存这个上重要这个代志啦吼。伊讲咧，传统爱随时代来做调整，透过科技爱有创新，嘛爱有教育的这个意义。怀抱顶头新气象，文武相传，歌声谈，带大家来看柯怀文的故事。顶头是台湾民间祭祀庙会喜庆的民俗活动。九天民俗技艺团伫1995年成立，一开始对庙会顶头开始发展。伊受团长柯振营的后生柯怀文自细汉就对歌声当中大汉。差不多3、4岁，我就开始摕鼓笛咧拍鼓啊。幼稚园的时阵，其实因为阮兜自细的时阵做庙会的，所以我细汉时阵敢若冇啥物好选择的所在，所以跟咧出顶头，啊，做自然的就会晓拍鼓啊。啊，一直到大汉的时阵，我们成立9天民俗技艺团，开始表演，开始我嘛就对咧表演。所以一路走来是足自然的，就晓拍鼓，嘛无特别去学啊。柯怀文3岁就开始举鼓笛拍鼓，伊笑笑啊讲，别人的当年生活是出去佚佗，但是伊的当年记忆是出顶头，是毋是会感觉怨叹呢？
迄阵的怨叹，就是像拄则讲的，新生我的同学会当去佚佗，为虾米我袂使？为虾米我要直接拍鼓？为虾米我要出阵？为虾米我要表演？我嘛想要去佚佗。柯怀文因为是团长的后生，毋但无特权，甚至压力比别人搁较大。毋但够爱拍了好，连功课嘛袂当凊彩。平常时爱训练爱拍鼓嘛，搁爱读册。啊，若因为去表演，然后功课若无好，嘛去用讲；啊，表演若无演好，嘛去用讲。所以我讲，哪会安尼对我无公平？我搁爱表演，搁爱读册，搁爱写功课，搁爱考试安尼。我捌一届就是伊读高中的时阵，甲女朋友去佚佗啦。我转来我手机就甲摔掉。讲这时阵你是爱认真读册，规个9天的希望拢伫你身上，你甲我走去带车仔佚佗，伊改了就惊掉。啊，爸爸，你家己敢是几岁了才交七啦？我退伍当然才交七啦，我嘛足故意的。其实柯怀文也有两位妹妹，毋知影爸爸对因的要求敢有同款严格。无共啦，查甫当然愈大汉愈严格嘛，啊，搁来着普通严格嘛，啊，搁来着凊彩啦。愈细汉愈唔甘嘛，一定是安尼啊。虽然当时对爸爸严格要求感觉无公平，但是柯怀文嘛了解爸爸用心良苦，是因为想要改变一般人对顶头的看法。团长有安尼想法，其实是因为顶头囡仔大家拢无爱读，无爱读书啦，无爱读册，所以伊认为讲要证明互人讲顶头会当甲顶头做好嘛，是会当把学业这个部分是甲做较好的，所以也就严格的要求我啊。出生伫顶头家庭，对于训练、表演，柯怀文会当讲是真入命，但是毋是因为伊无主见，是因为鼓声对伊来讲，就亲像是身体的一部分。鼓声对我来讲，我若伫迄我拢去国外看表演，若是有拍鼓的，我嘛听着我身躯就想要对迄动，伊是亲像我血液内底一种流动的因子。拍鼓就亲像是天生的使命共款，听着鼓声，身体自然就会动起来。是毋是真正介意拍鼓？对柯怀文来讲，这其实无正确的答案，因为这就是伊的生活。欢迎继续回来台湾新眼界这部现场，今日邀请到9天民俗技艺团的总监督柯怀文来个教。哇，拄只后面安尼拍、安尼教、安尼就是教袂晓。不过安尼伫9天内底哦，其实会互处罚了。今日咱就邀请到受害者来到这部现场。对，无毋对，你就是受害者。上大的受害者。安怎讲咧？因为我自细汉就开始安尼练拍鼓，练到即马。是。所以细汉的时阵啊，阮团长就是阮爸爸，就要求这拍鼓的部分，尤其是对我。对你因为讲因若无安尼最严格要求我，因有法度要求其他的团员。是不是做人看？嘿，我是属我童工啦。童工，你伫幼稚园开始6岁开始表演。6岁开始表演。哇塞！啊，头拄讲你是受害者，到底是用处罚什么啊？足济呢，我一边印象上深的就是去表演拍鼓拍无好，啊，到因为去南部嘉义表演，啊，回来的时阵会经过迄西螺休息站，伊就甲我处罚，就讲你为西螺休息站甲我拍倒去厝的安尼，拍倒去厝。迄阵阮伫沙鹿，是，啊，拄着搭车，所以我拍足久的安尼，为迄西螺休息站拍到阮迄阵住的所在安尼。是哦，伊当阵安怎来讲？伊就讲拍鼓安尼拍遐烂，你就好练习就对啊。好练习。啊，我甲其他的人讲，啥共我啥在死，袂通退手。因为阮每一个人拍迄手法点歌无共，所以迄若换的时阵，一听就听得出来。哇塞，耳孔嘛是真来。对。哇塞，所以讲处罚内底，毋能干那处罚你，其他人会无？嘛是拢共款。对。所以这个团长就是爸爸，对所有团员来讲。要求拢真深，拢最严格。是，所以阮伫咧练习的时阵，拢无亲像一般的什么舞蹈团还是戏剧，拢是伫咧室内，阮拢伫迄外口广场拍日头安尼。有当时拍落雨嘛是照练的。系啊。所以拄则看到你咧讲，你是这个歌声大汉这个囡仔，真正有影咧，自这个6岁就开始表演，啊，其实看起来每一个这个求学阶段，咧拍鼓。心境嘛无共款吧？无共啊，亲像细汉的时阵，因为阮的国中啊、高中的时阵，阮的同学
假日拢会出去佚佗，去耍啊拢甲我招。是，啊，我讲徐海文要不要假日一起去玩？我讲啊，无法度啊，要出去表演啊，无去出阵啊。我嘛欣赏啊，想讲我嘛最想要去佚佗的，但是就无法度。是，所以这个是敢若无法度出去佚佗尔，但是其实国校内底、国中内底，因为人讲这个囡仔陪这个伴较重要嘛。迄当阵你心内有这个冲突无？有啊，嘛是有啊，就感觉讲为什么我伫这个时阵爱做这件代志？是，嘿啊，爱表演，啊，搁爱读册，啊，读册若读无好，考试考无搁互拍。所以讲为什么我爱做遐济代志安尼？是，所以甲爸爸迄当阵敢有对抗？你哪有法度对抗？你惊就惊要死啊！惊就惊要死啊！嘿啊，所以迄当阵虽然讲心内底真无愿意啦吼，啊，但是爸爸的要求，所以你就无法度选择的。嘿啊，其实较细汉的时阵安尼想啦，但是差不多到高中的到较后尾的时阵嘛，知影家己以后想要创啥。啊，拄好我对这表演这个方面我较有兴趣啦。较有兴趣。嘿啊，迄阵拄好要考大学。嘛唔知讲到底要读啥物学校较好。啊，拄好学校老师甲我讲，你若要你有要表演。啊，你的身份你也是要考一下艺术大学的无？因为迄阵阮嘛拄着足侪来甲阮，互阮建议的教授讲，你内底嘛爱家己有科班生。所谓科班生，就是不管是你表演者是舞蹈班的，还是你是艺术相关体系出来，对团较有帮助。所以也希望讲我会当去读什么艺术相关的学校。所以迄阵后壁的目标就较明确，就嘛袂安尼想。所以这个伫大学的部分哦，其实是一个转变啊。不过咱这等下后一趴来讲。但是这个求学的时阵，迄当阵进前求学的时阵，你应该是嘛想讲，唔知要做啥，有这个时阵无？有当时伊伫咧想讲，为啥我无法度出去佚佗呢？但是你若讲唔知要创啥，我感觉我是还好，因为拢是对去表演啊，对去出阵啊，讲要创啥就创啥啊。假日无代志，就是练歌啊，练表演啊。若考试要到学校看册啊，无要去用讲啊。无搁去用讲啊。系啊系啊。啊，其实着爸爸对着这个团来讲真重要，对厝内伊的要求是啥物？因为团甲这个厝内其实也是有分的嘛。嘛是有啦，但是因为阮兜较特别是甲团基本上是融合做伙啊啦。因为阮逐工的生活拢伫内底，吼嘛拢甲所有团员住做伙，所以阮。9天其实来讲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庭，嘿，大家庭，大家拢亲像兄弟姊妹咁款。所以讲厝的甲团有啥物差异化，我感觉是无啦。有当时是一个整体的啦，是一家伙啊啦。对。啊，其实除了爸爸妈妈对你的影响咧，其实伊唔管是我要想要做啥物代志，拢是甲我支持啦。我感觉影响上大就是我咧去读册的时阵，因为迄阵阮搬到阮山顶，迄大道山顶，去不管是国中还是高中，遐坐无公车啊，所以每一工伊拢是开车甲我载去学校。是，所以我感觉伊就是无怨无悔，对阮兜三个兄弟姐妹，甲阮爸爸咧背后默默支持安尼。是，妈妈嘛是真伟大啦。对。啊，你头头讲有这个妹妹，妹妹甲你的这个。斗阵的这个过程，其实应该跟我差不多啦。其实银行要求无遐严格啦，所以你心内有迄个吧？我上好笑的就是，阮细汉时阵考试考无好，因为迄国小段考时间拢差不多嘛，拢是差不多伫迄个时间，不管是啥物年级，拢是迄个时间考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阮拢考无好，啊，拢排好准备要互拍，我就第一个互拍，啊，第二个上大迄妹妹互拍了，第三唔知是阮爸爸拍啦手无啦，是安怎？阮妹妹哭出来讲哦，对不起，我错了，结果伊就笑出来都无代志啊。啊，我讲那安尼差别遐大。是，所以这个万人囝上疼对。啊，所以爸爸对你的栽培伫拍鼓面顶，对因嘞，敢有要求？其实因两个拢会晓拍。是。但因两个拢是细汉时阵嘛，拢对咧练，其实拍过这个部分，大家拢是差不多的。所以因自细汉嘛是对恁伫这个店内底。对。啊，因有花艰苦无？我是唔知因的想法啦，但是绝对足艰苦的啊。是，真艰苦啦吼。对啊。啊，其实咱这个9天啊，伫这个2012年的这个时阵，顶头就是甲这个这个国片嘛吼，甲这个用电影的这个方式，甲咱这个传统的这文化，用到这个电影的方式。
后团上吼，大家人知对影。其实咱9天有一个上大这个特点，就是讲收遮的这个可能较无爱读册，中辍生。啊，其实恁伫这内底推塞真济对无？对，其实因为为什么这件代志是因为庙会啦，不管是较早今嘛，足侪即寡成员吼，拢是无爱读册。是。为什么无爱读？为什么即寡人拢是无爱读册？因为伫学校无法度得到成就感。其实不管是较早今嘛，老师应该拢甲迄拢会较关注迄成绩较好的，较高考试的。你若考试考无好的，啊成绩无好的，你就莫乱就好啊，你莫影响到别人。是。所以伊伫遐得不到成就感。所以伊就去找其他的所在，看法度得到成就感，有人去甲关注，甲关心。是。所以都要庙会，庙会为什么有成就感？去庙埕跳百家将、拍鼓、人西人龙表演，有人会鼓掌啊。所以伫遐得到成就感啊。但是这件代志唔是无好的，其实带头的人来利用这件代，利用这寡人去做无好的代志，都衍生到即马什么8+9啦吼，冤家相拍人偷小食毒的，所以才会遐侪无好物件拢衍生出来。是，其实对着这部片内底吼。好多来看时阵哦，头先来看时阵，会感觉真感动的，因为伊甲这个过去咱可所想的这个较歹的这个印象，转化是这个较好的这个部分。对，其实嘛是恁咧做的嘛。对，因为我想要透过表演啦，吼，互大家知影讲顶头文化毋是伫咧庙口，绝对毋是干那食槟榔啦、冤家相拍，伊是有法度摕到国家歌剧院去表演。是，所以。咱若伫国家歌剧院，我都做这个表演，那观众甲一般的民众嘛去看，讲咱的顶头文化毋是次文化。是。咱想看嘛，咱台湾最爱去日本的，去日本佫会看迄祭典。哦，因为祭典。咱家己台湾祭典就遐济啊。是。大甲妈嘛是一祭典啊，白沙屯妈祖嘛是一祭典。但是大甲妈大家，以前大甲妈开始唱歌，是。冤家相拍。但是这个文化，咱应该甲改变，变做较好的，是，对，共款亲像日本共款。所以对你来讲，其实哦，传承较好的这个台湾文化，甲伊延续落去，这是一个重点啦。其实头拄咱们讲，收到这个学生，就是较无爱读册，但是恁有一个要求哦，就是讲大家这个学历要有一定的这个水准，对不？对，你若无爱读册无要紧，但是你若来阮团了，你嘛是要重新的回到学校啦。是。你若去读夜校，你考试考无好拢无要紧。你就是爱回去学校，读好了就对啊。读好了就对啊。是，因为你无咱好人讲，咱顶头恁都是永远都是国中毕业，高中毕业，安尼尔。是。你上无嘛要一个大学毕业。今摆咱台湾的社会，迄基本学历拢是上要硕士当做基本学历啊。是。对啊。所以这个大学是一定爱的这个部分嘛，对吧？所以现主是咱这个团员到底有几个？哦，咱即马挂行政话要20个，要20个，所以这阮外口教的这些国小啊，安尼加起来学员100外个，哇塞！所以这个阵容，这个一家伙也是愈来愈大。对。所以对着你来讲，头拄你嘛讲到学历的这个要求，对你家己嘛是有真有要求嘛。你头拄有讲到你读这个台北艺术大学嘛吼，这个做剧场的嘛。对。这个部分其实伫遐人物真济，学着真济。对。咱来看一下这个，你较早是安怎学剧场来结合咱的9天这个文化，咱做伙来看。9天民俗技艺团改变顶头传统的表演模式，替台湾顶头带来新的可能，嘛互演出场面更加精致、更加艺术。自阮创团的这个过程当中，阮就发现讲，有足侪所在我们不足。专业方面的艺术的知识，有人才方面的培育，所以讲，伫咧过程当中，发现阮最初的那一批的团员啊，伫咧专业的知识能力无够，所以讲，阮就找足侪老师在做训练，但是因为这是受教育所影响的，所以我才感觉讲，这个学知识方面、艺术方面、知识方面最重要的。所以才会促使我去读台北艺术大学。要跳脱传统，做出差别，才会当凸显家己的价值性。因此，考怀文大学选择读戏剧表演，将现代剧场的技术甲传统艺阵表演做结合。其实，毕业倒来了，足侪经验是伫咧学校做这个学习制作的过程当中去学到的。因为阮毋是讲，因为足侪人印象讲读北艺大戏剧系就是演戏，其实无，阮足侪代志是幕后的。譬如讲，可能这学期阮做的是灯光组，
啊，下个学期走的是舞台组，舞台组都要去焊接啊、切梯啊、做衣啊，就这代志。啊，甚至讲有服装组啊、行政组就这，所以每一个块面阮都都可以学到。所以这样就是有一些基础经验，我都拄迄阵累积一点点的基础，甲带回来。原本带团出去表演，看到的是真在地的台湾传统文化。现在去学校学习西方的艺术表演方式，嘛互柯怀文发觉到东方甲西方艺术文化真无共款的所在。西方剧场有脉络系统化，啊，因为台湾阮的庙会文化伊是伫咧庙口，所以无人甲伊写做教科书，还是庙口的表演方法，这是无的。所以我感觉上大的差别是伫咧系统化这个部分。所以若有一天有人甲这个庙会的部分系统化，是写做册啊，表演就庙口的表演方法研究一套理论出来，我感觉伊是没有差别，只是文化上的不同。柯怀文将西方剧场的想法融入顶头表演，将台湾民众上常接触的民俗文化搬上艺术舞台，打造新的剧场音乐会，嘛有甲无同领域的团体跨界合作。其实跨界这几年，阮做就这国乐、现代舞、摇滚乐，甚至交响乐团拢有。其实阮这几年的创作，拢是想要再找一寡台湾的重点民俗文化，但是可能无足侪人知，因为你亲像大家嘛，足侪人知嘛。但是其实台湾阁有足侪这种地方的足重要的民俗文化，伊是需要咱做一个制作，无就是透过演出的方式，甲大家讲台湾其实这个庙会文化阁足侪足水的，所以需要大家来去每一个所在去行看啊，发掘其实这个文化足水。台湾老一辈接触艺术，无伫艺术舞台，是伫庙口，因无去过国家戏院、国家音乐厅，顶头就是台湾的行动剧场。现在经过柯怀文的双手，要互民众感受到顶头不只是民俗，更加是真悬的艺术表现。欢迎登来台湾新港界过年特别节目，对阿明的脚步要来带你看杨树嘅这个故事哦。树嘅过去或者是杨雅贵，伊笑讲哦，18岁了后一点嘛无有雅，嘛无够贵哦，所以改名或者是树嘅。但是阿贵，人就安尼叫伊到大啦吼。过去细汉时阵，环境是较艰难，本地心内哦，不时的感慨哦，恨天怨地。有10档的这个时间哦，因几口罩拢住伫咧别人家哦，强在互人拍、互人骂，变较自卑，嘛较无信心。不过尾后咧，因为拄到这个贵人的这个看价，互伊较有信心吗？有这个机会哦，互伊去参加着这个云门舞集办的这个流浪者这个计划，靠中国看到一个嘛。伊讲哦，伊日子虽然歹过，但是伊剪纸这个手艺哦，甲加出来这个内容是，互伊感觉是真温暖，嘛真公平啦吼。伊才豆豆啦改变伊的这个人生观念啦吼。伊讲哦，伊的这个作品豆豆啊变成是为了设想，互人有这个幸福这个感觉，嘛影响你买手哦剪纸这个作品甲艺术这个理念。苏个伊的妈妈有讲哦。虽然咱较艰苦啦，即马爱用欢喜的心对待别人，对待这个社会，你才会当做较轻松咧。佮讲哦，伊爱展现这个笑容，袂当是安尼面凹面臭啦吼，爱笑靠气力，无笑就无气力头好做啦吼。啊，伫咱甲伊访问当中咧，拢让感受到这个事业哦，伊正面的这个能量哦，伊摆脱掉这个过去黑暗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囡仔时代。上届使阿明有印象的，就是讲哦，伊讲过去啊，伊真正是怨恨伊的这个父母。但是咧，伊开真侪时间哦，来补好伊甲父母之间的这关系。其中就有一个媒介吼，就来透过练习，一摆搁一摆啊吼，练习牵起这阿母的手甲阿爸的手啦吼，练习和解是件代志，是真正真重要吼。伊讲哦，这哦是真的好的代志，咱就看竖起一百真出目，毅力坚持上珍贵。再来看杨树嘅投入艺术的过程。
2007年，杨树义参加云门舞集的流浪者计划，去中国陕西看到充满幸福感的家族作品，和杨树义的心境有真大改变。我看到黄土高原关顶有一寡阿嬷过了比咱较辛苦，3岁时阵就大人甲伊做决定，你后摆大汉爱嫁互谁，无通好选十几岁啊，会有新的有法度生囡仔时，就嫁过去帮人生囝，帮人做工课。但是伊其实老公甲伊无迄个情感的基础嘛，会甲拍家暴，但是伊嘛是做出来物件拢充满了光明、温暖跟祝福。我就足惊讶，讲奇怪，有人比我较艰苦，想安怎做出来物件比我较幸福。对家族艺术得到启发，杨树义讲，这个社会需要搁较侪美好的心意，所以伊开始去教家族。但是重点毋是要学手艺，是想要找转来迄份动手做的心意。你徛起，大家看一下。哦，哇，平安平安平安。从小阿嬷把我们带长大，虽然她不是我真正的阿嬷，但是我很喜欢被拥抱的感觉。然后因为有阿嬷或者是所有我们身边的爱我们的人，给我们这样子的拥抱的呵护，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长大。对大家的笑容找到创作的能量，杨树义嘛开始透过作品传达幸福，有电影创作、家族艺术，嘛有大型的立体作品。因为我们希望就是白天有光影，然后也可以有参观价值，所以到底上面的图案应该是要长怎么样，然后人家看了又会开心，然后又符合这一次的主题。会比较特别是，一般的灯不都是实体的吗？那我们这个是做到有空间的，可以进去。对，那所以你进去白天就会有光影效果。对，那也把剪纸这个镂空透光，你知道剪纸迷人的地方有一部分是在于它镂空透光的这个特质。家族的形体会随着光影出现无同的变化，有时阵是大自然的光，有时阵是别人为你带来的光。剪纸给我另一个启发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不一定能为别人带来光，我们至少也不要去障碍到别人的光。你镂空自己，让光穿透，你不要去挡到别人的光。其实这都是他给我很棒的启发。那你自己也漂亮，那别人也光彩，大家都好。过去的作品充满黑暗加悲伤，现在用共一双手，但是只要心内加一点仔感谢加祝福，就当创作出完全无同、充满温暖的美丽作品。苏气十八展出网艺力坚持上珍贵，今日咱邀请到杨树义阿贵啊来到咱节目现场，你好。你好。哇，这个阿贵啊，大家认捌你。为什么叫做阿贵啊？先甲大家绍介一下，因为你叫做杨树义嘛吼，但是人拢叫你阿贵啊，是有意思什么？你较早有改过名，较早的名叫雅贵。雅贵，优雅的雅，高贵的贵，所以是优雅高贵安尼吼。啊，但是我停止发育18岁嘛，是说这安尼无够改优雅、改高贵的改名。是，不过这个改名了后，你的这个运啊吼，还是讲你的这个念啊吼，可能豆豆来改变。咱头唔讲到，你自细汉可能这个成绩较歹啦，啊，家己讲过去家己嘛较烂，但是你的成就即阵互人看起来嘛是真正袂歹啦吼。尤其讲咱这个101吼，这个苹果电脑吼要成立，因遮这个有一个作品是你做的，或者有闲来坐啦。今日你嘛是有闲来咱这个台湾新安界来遮坐，嘛是要互这个作品吼传达这个理念，传达咱的观众朋友。先来甲大家绍介这个作品。从介绍有闲来坐这件作品是哦，就是咱种啊，有闲来坐，咱种苹果因来找我合作的时候，我就想讲，因有一个70到70个媒体的一个记者会，我就想讲，哇，安尼袂使干那剪纸，应该是爱介借由这个机会，应该甲大家分享一寡好的理念嘛，所以我就甲有闲来坐变做有写一寡文案啦，就是咧讲吼，有闲来坐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善意跟相聚的期待。那我们人与人
人甲人的直接，人甲人直接的方式，就是决定咱这个社会的样貌嘛。是，所以我就想讲，咱大家要希望咱的环境较好的，安尼就是爱想讲，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意去行到别人的面头前。所以变做有闲来坐，迄是咱台湾人最大的善意。是，有闲来坐，怎啊要用这个方式拍招呼最少的？因为迄个善意是代表讲，我愿意甲厝内门开去，互你入来阮的厝内。所以迄是最大的善意甲欢迎。是，所以我就感觉讲，咱嘛使迄个透过甲 Apple 这件合作，会互大家去会记得讲，咱其实咱较早人甲人斗阵，就是有一个遮尔古锥的所在。不过你头拄有在咱上节目之前有分享一下，讲过去因咧找你的时阵，其实因讲是安怎找到你？因其实有。来找我合作的时候，嘛有甲我问讲，阿贵你敢知影想我想要甲你合作？我讲我唔知，我伫台湾其实唔是讲算有名的艺术家，你若想要找我，伊就甲我讲，伊要找唔是有名的人，是理念共款的人。伊知影我做艺术，唔是讲为着做创作，唔是为着艺术，是为着讲要互人幸福。因讲伊的总部嘛写一句话是甲这差不多，所以就想讲咱理念相共，咱来合作。是。这个安尼合作的原因，互我其实足欢喜的，因为咱的社会大家因为着生存的压力，大家拢足焦虑的，那变做大家拢敢若爱车拼、爱烧台，较会使生存安尼。但是其实我嘛足希望会使互大家相信讲，咱为人设想，是互人幸福的这个概念。你嘛是会使趁钱，嘛会使过生活，可会使有机会甲安尼大公司合作。咱的社会若知影讲，车拼烧台会使生存，为人设想也会使生存。其实大家看到嘛，知影讲要选为人设想，因为你唔敢若趁到钱啊，你搁趁到幸福，因为你做互别人欢喜的代志，你家己嘛足快乐。对只是咱迄个生存的焦虑，拢真袂记得讲，咱有希望别人幸福的迄个希望。是，咱有趁到钱，但是无去满足家己爱人的迄个希望，家己嘛会艰苦。所以我是感觉甲 Apple 合作，我上欢喜的就是，凡是会使互人相信讲为人设想，嘛是会使生活，会使生存，是，嘛会使快乐。所以今日咱头前嘛摆这个纸啦吼，加这个加刀。其实本早是你专家这个工具，不过你头拄嘛讲到，是为人幸福啦，互人这个有一个幸福，这个愿望。今仔日咱透过这个纸，你嘛来甲我教者，咱无要车拼，我一定拼输的啦吼。但是咱要传达来，互讲这个观众朋友讲，透过这个加纸还是真纸这项物件，真正会当传达到啥物？咱今日就互咱的阿贵啊来甲咱教一寡这个真纸这个撇步一下吼。咱等下。伫个真纸这个过程，其实嘛讲到是安怎要去做这个真纸这个工课啦吼。其实真纸会使讲是无，是会使讲无啥技术的工课啦，就是用就是耐心安尼尔，耐心甲较细心的，其实就会使啊。其实我较早有时间的时候会开迄个真纸课吼，但是毋是为着要教大家这个。手艺，这个技术，是互大家其实会使有机会停落来，想讲咱想要动手做代志，咱想要逐工为着什么要出门去做工课。其实咱最初的迄个初心就是希望家己甲身躯边的人幸福。但是疲累啊，甲挫败有哪些会互咱袂记得讲我们当初出发的原因。所以电脑教剪纸毋是为着要学这个手艺啦，是互大家想起咱是安怎。做代志的迄个心意，其实就是要互人幸福嘛。是啥物人会互你安尼愿意要去拍拼？其实你去想到遐个人，你就有力量向前行。有影，系啊，所以其实我教剪纸，少咧教技术咧，拢想讲你有想要感谢无？你有想要甲祝福无？是，咱即届莫赶紧做工课，咱先想看咱是有想要感谢甲祝福，才开始动手。就是你会变做你带着即个感谢甲祝福的心来做工课。你会发现。讲其实咱共款的一双手，因为心内的心意无共款的双手都无共款的风景。有影，嘛是会使相拍，会使相抬，但是嘛会使共疼痛，共互人祝福安尼。有影，所以咱头拄安尼拗几步呀？拗就是一张纸安尼吼。剪纸定看的动作就是安尼拗来拗去。所以咱头拄安尼算一拗、两拗，安尼应该三拗吼。就是我怎啊加较单纯的物件吼，因为其实这个真纸其实对大家生活是无啥介重要，所以大家免带着讲爱合适的压力啦，趣味就好。因为做这个物件的欢喜就是讲吼，伊会互你有一寡舒压的过程，因为你毋是靠这专家甲做工课，其实毋免有迄个紧张的压力。我咧教的时阵啊，我可能会教了天开。我加一个足简单的方式，大家其实都拢已经看过啊。
就大家要看卖咧，阿贵啊加出来是啥物？无几分钟的时间。这拢有足侪老师教来咧拼音啊！这我想这大家拢看过啊。只是讲我想要教遐尔简单的物件吼，主要就是伫简单的物件内底，你较会去知影讲啥物是你上第一的，你感觉上重要的。咱袂去互技术吓惊着，嘛袂去互技术真迄落分心去。是，你会知影你到底为着啥物会欢喜。像我种安尼教了，教了因为大家看应该拢看得出来是啥嘛吼。应该是。这个笑面啊，对啊，看到内底有人嘛，对无？但是我怎甲天互开哦，看你种爱心情安怎，你爱第一时间就要表现出来。欢喜的笑面，咱互观众朋友看，哇，喜的这个欢喜的这个笑面，对啊。你看到你袂感觉足欢喜的嘛？有。你欢喜的原因是啥？欢喜的原因是这个嘴啦吼，笑甲真娇纹，啊，四个人手搁牵手，对啊，对，这就是代表讲这个。团搭的毋是干那一个人尔，真纸嘛，咱安尼拗来拗去，伊会使做出真侪种的这个，毋是真侪种，就是讲人物，伊会使有四个，就会使呈现出来。对啊，其实我想要加简单的物件，就是大家就是回归到就是你上单纯的感觉甲希望嘛。是。咱其实想要看到这个欢喜，毋是因为你看到一个真纸，你看到有人咧对你笑，原来一个笑容是咱生活中足希望去得到的。那既然是安尼，那重要就毋是假纸咯。是。重要是咱会使带一个笑容行去别人的面头前。咱看到这个会欢喜嘛，因为有人甲人无，就是拢是独立的个体，想要咱会使手牵手，安尼无分你我。是，这就是咱足希望伫生活中发现的，发生的。发生。所以我想要来讲，其实真纸是无重要，重要是你要爱的幸福。但是咱伫这个过程中，会去看到咱家己欢喜啥。是。欢喜啥，咱会知影咱望啥。咱会知影讲咱伫生活中要去打拼啥。其实大家拢足愿意打拼，尤其台湾人。咱唔惊辛苦嘛，咱惊是惊唔知咧为着啥物咧打拼，为着啥物咧辛苦所以大家安尼有一个时间坐来去想看咱家己爱的是啥，望的是啥，希望的是啥，咱有一个家己清楚的目标，你早等于就唔是一个真纸，你是去看到家己的心愿，家己的方向，然后会使好好过生活。是，所以即阵咱就来请阿贵来甲我教一下吼，因为这个手路真正。无遐尔简单啦吼，无这其实无困难，无困难。你毋是有一支笔嘛？一支笔咯，我帮你画图，你加，你看你要，你咧加的过程中，我看我要甲你讲什么故事，你会使甲我问。是，其实咱讲阿贵啊咧整纸的过程，是看到一个中国一位大姐啦吼，伊咧做整纸，其实因遐真困苦啦吼，但是可能拍伫咧涂骹就开始整纸。不过这个过程内底咱当看到，其实因遐资源无的所在，但是因用整纸传达到真侪幸福的感觉。对啊，是。其实家己嘛，大家人拢有伊辛苦的过程，但是有阵时咱会去辛苦内底，就是放大家己的艰苦。是。对啊，就是我着因为家己较早嘛安尼自怨自艾但是就看到像有人比我伫较困苦的所在，伊还佫会使有笑容。像伊的生活过了足艰苦的，但是伊做出来，伊用伊双手做出来物件，会使互人遮欢喜。是。我想讲奇怪，因都会使，像咱袂使。你若讲全世界的人拢无人做会到，你还佫有借口，都有人做到，咱都无借口。是。所以毋才会足好奇讲伊是安怎的态度咧过生活。不过，迄是你7年了。就是回来7档了，才开始整纸。这个过程是安怎有7档后才要做整纸这个过程？较早去要想要去学习整纸，因为那种是个学生学生对未来拢足惊吓的嘛，拢希望讲家己加一寡工具，加一寡配备，会使甲人写拼嘛。搁一方面就是家己自卑嘛，想要加学一寡物件。是。除了就是我拄仔讲的，像我因为遐困苦的所在，会使欢喜过日子。因为安尼我去，但是我去的时阵才发现讲，遐个阿嬷还是妈妈吼，因咧整纸毋是为着要创作，伊就是希望讲会使用家己的双手，互囡仔会使做一寡物件去换一寡资源回来，互囡仔好生活。我其后我就是看到了。就是很震撼嘛！我想讲，哇，杨师你根本都无迄个心，你动手是为着要拍拼别人，要拍败别人，还是讲要比别人较好？是。但是伊是要互人快乐，互人幸福。我就想讲，杨师你若无迄个心，无卖做，因为咱的社会吼，咱大家拢训练了足好诶，话要讲了好听，代志要做了好看，拢训练了足好诶。但是若无迄个心，
其实人有目睭的人、有用心的人拢看有，啊，就卖人爱讲卖自欺欺人啊，你家己甲迄个心找倒来才做工课啊。啊，当然7年后想爱真抓就是阮太太，迄当阵是我女朋友，伊买厝入厝，讲叫我甲伊加一张纸，互伊祝福。是，啊，我就帮伊加，伊收到也足欢喜的。啊，你看到你爱的人欢喜，你嘛欢喜。啊，你才发现讲哇，7年过啊，家己的双手咧叮当的时阵是会使互祝福的。是。系啊，所以你会感觉足快乐，啊有一个工课会使趁钱饲家，啊，佫会使互幸福，啊，你会做啊足欢喜的。有影啦吼，都是这个女朋友，迄当阵女朋友即摆太太，互你真大这个鼓舞啦吼，就是讲透过这个要入心厝，你用双手啊传互伊这个幸福这个能量互伊。啊，其实伫遮阿明拄着一个困难，目睭的所在表哪？目睭吼，目睭就是。目睭你就是搁凹一界，搁凹一界，嘿，啊你搁加一，你就算加一个三角形，是，对啊，就有迄个目睭出来。这纸淡薄仔较厚啦吼，对，一般阮是会用迄个宣纸，是会较薄即种纸来做啦吼。对啊，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啦，这个阿贵啊吼，自这个中国转来，啊尾啊7档无做，因为讲过去是咧做车饼的吼，啊即阵呢是用这个纸啦吼，真纸，本早是。车饼，但是心一个转啦吼，会当做一个理念的这个传达啦吼。其实这做起来甲大师咧做嘛是有差啦吼。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吼。不过嘛是像安尼，特别传达透过真纸啦吼，互笑容，互这个咱的观众啦吼。啊，其实咱咧讲阿贵啊，自细汉头拄仔讲成绩较无好啦吼，啊处理嘛无好过。但是较早大人这个处理十当啊，去用拍去用骂，但是这拢是这个安尼回头看过来，嘛是你一种养分伫啦吼。所以咱来看讲过去这个阿贵啊成长的过程，咱做伙来看。那你就先试画，你就先直接画出来，不要担心画错、画不好、画丑，不要担心这个。把它画出一点点出现，对，把它画出一点。我一直相信威人设想是可以活下来的，是可以赚钱生活的。可是我们在生存的焦虑之中，大家竞争厮杀，似乎开始不相信。为人设想，互人有幸福的感觉，这是杨树义作品的理念。在对话当中充满正面的能量，但是杨树义细汉的成长过程，对伊来讲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当阵咱的生活环境较袂好，有10年的时间，我嘛是住咧别人的厝内。啊嘛，定定去互拍去互骂，所以我来变啊足自卑的，足无快乐的啊，啊嘛足自卑的，啊嘛心内嘛足侪受伤的啊，所以我甲人的关系嘛，毋是讲介好，较早，因为我看到人我会惊嘛，我搁自卑嘛，啊我会惊吓，就安尼畏畏缩缩，人看到你嘛，感觉你这个人啊，敢若足阴沉的啊。啊，就是甲伊甲保护伊，莫安尼出去外口去交着歹朋友啊。啊，就所以讲，就会较严格啊，啊，就拢唔敢互出门啊。伊若读书转来啊，就叫伊踮厝诶，踮厝诶斗做工课，扫涂骹，啊，洗面巾、煮面巾，啊，若是无乖，就爱拍。因为成长背景和杨树义的心内无好过，对家庭的不满嘛反映伫伊大学时期的作品。我无朋友嘛，嘛翕的物件拢足孤单的，啊嘛有一寡敢若对成长过程的控诉啊，讲哇，恁互我足艰苦的安尼，啊所以拢会显现伫遐的迄个时段的作品内底，所以拢是较黑白的、较黑暗的，啊较艰苦的，啊甚至有淡薄悲伤安尼。伊当初甲介伊的作品哦，规个拢无穿衫，我讲啊，你若翕这，我讲啊，你若拢翕这，安尼无穿衫，安尼是，嘿啊，我讲安尼是要安尼摕出去展览啦，哎呀，我安尼人看袂甲恁别字啊。现在讲到当初的相片，气氛轻松趣味，不过当时杨树义是想要突破家己心内关卡。你敢若你无真正的自由，迄个无自由，毋是有人甲你管的，是你家己束缚家己的，是你足第一讲别人安怎甲咱看待。所以我当初当人体模特有一部分是讲，啊，得来试看觅，因为遐侪人咧甲咱看的时阵，咱敢会使放互较轻松的。所以你若即关无过，你即世人免自由。
杨书记努力想要突破家己的心魔，甲妈妈的关系嘛开始有变化。所以我拢甲伊讲，我讲咱有艰苦，虽然艰苦吼，啊，毋过你即马你爱用欢喜心去对待别人，啊，对待即个社会安尼，吼，啊，你要做，才会做了较会轻松安尼，嘿。我讲爱拢爱点笑容，袂使结臭面，安尼吼你做。伊嘛甲我问我妈妈，啊你逐工安尼，逐工做啊遮辛苦，安那会笑？伊说我爱笑较有力啦，无笑就无力通去做啊。将妈妈交代话藏伫心肝底，拄着困难、拄着打击，拢爱转念，用欢喜心来面对，用笑容来快乐过生活。甲怨恨哦化作爱，其实需要练习啊。阿贵拄则甲咱讲，这个练习的过程其实无遐尔简单哦。甲妈妈的这个过程吼，其实嘛是算一波搁一波啦吼。爱豆豆啊，才杀进前，这5冬来，你有该讲什么话？就是阮其实我开差不多要10年的时间，甲真正行等于到厝内，一步一步行啊，即阵会使牵伊的手，陪伊去买菜，啊，甲揽的讲妈妈我爱你。这是开足久的时间。啊，但是想要的原理安尼开，因为主要毋是讲为着讲我变做优秀囡仔，毋是，主要是讲我想要变做一个幸福的人。啊，我若心内对妈妈有爱，啊嘛有怨恨。我若无去甲伊爱，我会倒袂幸福，我就会艰苦，所以我就想讲要甲遐怨恨处理好掉。但是一个人要拍拼嘛，足困难的，所以我差不多甲妈妈安尼努力沟通到第5年的时阵，我有一摆就甲妈妈讲，妈，我心内有一寡话要甲你讲，啊你一定要听我讲好了。我就甲妈妈讲，妈，其实我对你有怨恨。一个妈妈遐辛苦要去听着囡仔对伊有怨恨，迄足无简单的，所以妈妈嘛要生气啊！我讲妈，你毋通生气。我讲我恨你是因为我无爱去恨你，我想要爱你。但是我一个人毋知要安怎过，毋知要安怎行，啊，搁来讲就是我心内对你有怨恨，我嘛歹势，我嘛艰苦，我必须面对这个代志。所以阮妈妈听我讲了，啊，我足感谢伊的。有甲听入去，妈妈有听伊讲好，安尼伊知影，确实较早互我艰苦。嘿，就两个无要紧，就继续手牵手，继续行，继续拍拼。啊，怎啊就变啊出相爱啊，怎啊回去嘛会摸妈妈。啊，我怎啊伫外口拍拼，我足久啊，转来厝内一摆，但是你就会感觉无回去厝内人嘛拢甲你支持，伊拢知影你咧创啥。虽然无逐工见面，但是迄个力量拢伫你的心内，安尼足幸福，足幸福。嘛是会使讲足会好的啊！足会好的，我开10年的时间，终于有这个力量。足会好的呢。这是你后半世人的这力量。系啊，因为若讲啊，佫会使活50年，我佫来50年，就是甲妈妈幸福啊。但是我这10年唔开，阮就是艰苦60年。是。啊，妈妈若无去，你佫一世人遗憾。所以其实咱拢莫讲友好，莫讲美德，你就是足认真的来修。其实安尼是足好、足会好的方式。其实看到这个阿贵的这个形象啦吼，其实嘛会使，互这个观众朋友所想一下，真侪人甲时大人关系啦吼，真暗啦吼。这个可能有爱，嘛唔敢讲出口。对啊。有关心，嘛可能啊，这敲一个电话30秒、40秒，但是拢讲袂出嘴。但是透过练习住这个阿贵这个形象，会当看到，你唔那是这个做艺术的人，佫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个故事哪遐精彩？你家己有想过无？就是讲，可能是你较过去这个生活背景啦，还是讲啊，你所看、所听的，真正你所认捌的人，这个心里的这个感慨，拢甲写出来，才有在创作安尼。当着的人嘛有关系，但是我的故事可能大家爱听的原因是在我真正我咧写故事，也是咧做作品，我心内真正敢若想讲，要安怎互人快乐，要安怎互幸福，什么是咱社会需要的。啊，像我迄当中也想要做这只鱼仔的作品，但是感觉台湾其实这10年来嘛是安尼吵来吵去，你就是会感觉艰苦嘛，还是感觉足可笑的，所以才想讲，到底是要安怎才会使互大家会使
凝聚在一起，不要分你我。啊，毋才会想着讲，凡说咱的倒数就是唯一的答案，爱记得咱大家拢伫遮，毋管你向来，伊拢安尼甲你趁咧，互你过生活。安尼咱就莫搁分你我。是，我就是安尼想。啊，所以拢咧想讲社会需要，啊，社会就是恁恁可能就是讲着恁需要，恁就感觉好听安尼。对啊，就是安尼咧讲故事，咧做作品。所以对你来讲啊，你家己定位什么，或者是艺术家啊、创作者，还是讲故事的人？对你来讲，其实我家己无互家己什么定位，我就感觉我甲大家共款，只是一个做工课的人尔，做事的人啊。是。真诶啊！迄个定位是拢别人咧讲的啊，别人咧有人要讲你是艺术家，你是导演，你是啥？但是我家己我就是希望讲我是做工课会使奉幸福的人。是，讲到这个做工课，你嘛有家己这个无共款的这个诠释的这个方式。你讲工课是一个空缺的这个概念。对啊对啊，因为大家咧工作嘛，工作大家拢感觉足辛苦，但是咱小可停落来想讲工作的台语要安怎讲？你其实你真正也无共款的看法，因为工作的台语咱拢讲工课嘛，啊空就是空嘛，啊课咧就是缺啊，就是缺嘛，所以你要有课无？你要有课无？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哇，大家在想着讲啊，空课就是空缺。啊，因为我细汉在咧想讲，我到底是应该囥喺即个世界什么所在？我较袂遐尼啊定地，我较袂去挡着别人的路。啊，我想有一个工课呢，我有一个所在使用囥的，啊，其他做事啊，饲家是啊，佫会使行去咱的社会。所以其实我哋足感谢我有一个工课，尤其啊，我做的工课是大家无需要的物件，大家毋是讲介需要即个诊纸，啊，我佫有工课，我就足感谢。啊，因为即个感谢，你就佫愈较更加希望讲会使做很快乐的物件。是，所以这个工课你嘛做甲足十八个啦吼，咱头有一句话，或者士气十八真出梦，就是用你的这个士艺，这个士气的士啦吼，还有一句叫做艺力坚持上珍贵啦吼。你做一件代志是有真恒心、真有这个毅力的吼，去完成一项代志。尤其你要做的代志是要传达幸福，传达给这个每一个人，无分你我啦吼。尤其你头拄啊上重要这个观念，就是讲爱是需要练习的吼。最后，若有一句话要互你的爸爸、甲妈妈，还是讲你所爱的人，一句话还是讲一段话，30秒的时间，你会想要甲因讲什么？我会甲爸爸妈妈讲，我足欢喜，我出生伫恁创造的这个家庭。虽然你会感觉讲，互我的环境无够好，然后你会感觉拢无甲我斗相共，佮互我足侪负担，但是我就足感谢恁，互我这个环境，互我变做这款的人。互我会知影要去互人幸福啊。是。啊，这就是因的善良，互我的教育。阮妈妈拢讲，咱厝内虽然无好，但是嘛唔通去想，嘛袂使讲，嘛叫我爱记去想讲，爱做一寡互人欢喜的代志。妈妈拢安尼讲。所以妈妈，这个甲爸爸，你拢甲因和解过啊，啊练习过啊，即阵这个调工变自然，变一个习惯啦吼。爱当看到这个你对这个家庭这个改变嘛，影响到你这个归属感嘛吼，会当行入去社会有这个正面的能量。今日非常感谢咱阿贵来咱节目现场，感谢。谢谢。士气18真出梦，艺力坚持上珍贵。今日台湾新闻界文化新台湾，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多谢，谢谢。我的故事真好嘞，对啊，你很正向，就是因为你经过家己的这个转化，啊，尾啊你直接落去实践啦，还有实践的那个过程是。真正互人感觉，这个成败是有真正想过安尼。有啦，我拢练习过啊。练习过啊。但是有的人就是转袂过啊。练这个步都袂。转袂过啊，就是痛苦一世人。啊，我实在足无想要，我一世人痛。